係咩卡拉先整成點樣咯？我想講我將我嘅全身裸體畫咗出嚟咯，所以係每一樣嘢都可以除噶咯，即係襪係可以除噶啦，鞋係可以除噶啦，跟住上身可以除啦，下身可以除啦，跟住連雪糕筒都可以除咯。然後就係咧，咁咧我最近就整緊我自己個被啦，咁我由裸體開始整起啦，因為我有幾套衫啊，所以整裸體會令到一切簡單啲。咁我就俾我啲 friend 睇我整裸體整成點啦，然後就一個二個話我係變態咯，但我唔係咯，我純粹係好正經咁樣學術研究緊，所以我就嘥咗好多時間落去整裸體度，然後我係整到個裸體 physics 勁好睇，超級無敵好睇。但問題係我整咗個裸體咁耐啦，我開頭都唔可以 show 出嚟咯。係咪要間海苔條？可以喺邊度睇到裸體？我哋嘅雪米池成日被逼睇我嘅裸體咯，雪米池會員專區嗰度。因為我費事公開住，所以有陣時我會將嗰個 working process 擺落去 DC 嗰邊咧。雪米池勁慘咁樣被逼睇裸體，笑死！變態雪糕唔係變態，但我難得自己畫一次俾自己 Vic，我就好想試下 Vic 裸體，同埋我自己做嘅時候好開心啊嘛。